马街，匆匆嘅你讲嘿马街，匆匆嘅屁讲嘿马街，匆匆嘅钢筋嘿马街，马街，天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树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俩背后艳艳嘅嘿马街，马街，幸好有子嘿马街，丧尸飘，丧尸滴滴答，马街，幸好跳舞嘿马街，强吻四条红裙好冲过嘿马街，马街。开港后，我是阿弟姑。然后我是阿姐们，还有我是水鬼。欢迎开港来到马街。水鬼，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哦，你帮我听一下，这是马街嗓啊。有吗？哦，这是小鸡妹妹的声音啊。对，那她说什么啊？她说她想找你一起去看电影啊。我看电影，好，那你跟她说好。就好了。好了，哇，我爱你。我跟她说，我也会一起去哟。啊，你也要去哦？好吧。哎，大家听听看哦，黑马街啥？马街啥？马街啥？鸭子的客家话是阿北。那阿北怎么走路？这样对不对？阿北是不是这样？阿北，我真是啊，阿北。我也听到了。马街啥？青蛙的客家话怎么说？挂耶，呱。你看阿弟姑这颗怪也跳好高哦，是不是好会跳？哎，那我们再听听看，马街啥？还有对不对？好棒哦！好聪明哦，大家都知道是傻妹。那你们有看过傻妹吗？没有啊。有人有，有人没有。他们这样很多只蝉一起叫，那是不是很像他们在唱歌，在大合唱？对。那你们想不想跟他们一样？想。现在就换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跟傻妹有关的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唱起来！唱歌。大家要大声唱哦！敬礼。日头太太，头那青青，马街上的树的风作怪，叽叽叽。但太太，敬礼。我头看，三妹的树的风从高位，扭屁屁。
Q fit 的 fit， 我嘎嘎嘎，钢筋蠢蠢 fit 哈。竹尾狗，都是探探手啊手。乖，从用古典跳一下。喵，我的嘎嘎嘎，猪的公，乖，马给上去，哇，我爱叫你shake一下。又到投诉各位时间喽！咚，乃是金傻逼的鼓手。你给我喊 T 片咯！嘿，做点唱歌的，你啷个伴奏梦啊？导演做的啊，来。你头太咚，头那轻轻，咚，马给上帝数位红手乖，咚。天时机头前的小朋友，你要得很要上来起家做一只句的啊！到底准备乜嘅材料咯？准备开始做鼓咯！开始呀！数学呢，首先呢，你要先准备准皮呀，这是可以装奶粉罐啊，装很多东西。然后你下边会有一层，它有一层面就对，你会拿开罐器，然后把这一面然后给建下来。韩国其实也底部也很黑动力哦，所以小朋友都要小心，小朋友都爱生意哦。那爸爸妈妈每滴顺风小可以注意一下。突出中意的部位，用松叶染布，老干呢用部位包起来。你看，干呢变毛锵样了。好，让它修剪一下。特别一点，我们是一般蓝色，一般黄色，啊，晒好软了。嘿，鼓上也得有松色的哦，那我们的全部都会掉出来色啦。小朋友，你个嘛个色呢？上下来啊 ，Enjoy 可是来包蛋糕的这个鼓面，才可以开始咚的打鼓哦。我们要把布先围上来，然后反过来放，开始沿着圈圈把它画一个圈。来，我帮你扶着。我们这边也是，我们另外一边画了2个圈圈，有没有？另外一边再画一个圈。这个圈圈呢，就表示这个鼓面的大小，要鼓面的太细。可以让它就要开始剪嘞。建议你想要剪整个圆的边边呢，你想要剪它是尖尖的，还是花的，还是圆的，还是你要剪什么形状？圆的。圆的，好，那交给你喽。我们要把这2个圈圈剪下来。你要画比较大的画吧。哦，你看我们已经做好了，我们也粘好了，对不对？粘得非常的紧，对，就会有声音。你已经偷偷拿好鼓棒来敲，是不是？共鸣很好，但是按你还蛮周后，我们还有要装饰它，或者是你要绑线啊，有做其他的装饰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的一点抹的，比如说像是纸片啊，或者是小碎布。你是不是在粘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啊？101啊，哇！所以你会一层按你贴上去，边，不是也没掉白出动刀图，一只鼓诶就会做好了。亲密记得要做一支大鼓的棍呢。我们的鼓棒做好诶，呀哈，拿着鼓棒，我拿着鼓。打我！没事情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粘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没时间，要粘很紧，声音才会比较大声，比较亮。所以我们刚刚有点没有粘太紧，所以它声音就比较缩起来了。好嘞，咚！他们的鼓好大声哦！一线那样
斗鼓手要咚咚咚，这声音就比较浑厚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提供手啊，跟好人大鼓，嘿，好，一起打鼓，一起唱歌，一跳抬抬，咚咚咚咚，跳那轻轻，咚咚咚咚，马给上帝，树给红走快，咚咚咚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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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大抬抬，咚咚咚咚咚。点点空空机和下先生，寒天未到來前，有當多條路愛做哦，愛一批好較盤嘅衫褲。俺出門了。行愛先同步嘅站好來，為愛先一批好當多事嘅東西，大家都當無限出體。博下先生，博下先生。嘿，咦，博下先生啊，雖然在一隻腳聽，沙動好做點點空空嘅事情。寒天來呢，雪見老見太，大家都愛辦活呢。腳腳行到腳了誒。博下先生。我冇想過，日頭醒下，我停定就會停到日頭。將一隻腳嘅博下先生，停太間唔到。來，我來同做盤跳下下。哦，來，叫我入來。實在很寒咯。我一批當多，唔是講我唔拉屎。也條冇聽腳腳那一本和下先生。好。安子說，寒天愛凍久真會講，大部分嘅時間，大家單單都到嘅睡夢，是講沒有睡唔落覺嘅時節。來做到嘅無共樣嘅事情好咧。哎呦，真嘅會被嚇死。啊，還有當多，唔知講哪？喺齊鳳茶嘅省好巴水。博下先生稍稍笑按道上，估計寒天就黐架到咧。大家看好了，听懂了嘞！现在我们要一起跳什么？马给，哦，嘿，三。马街，匆匆嘅你講係馬街，匆匆嘅屁講係馬街，匆匆嘅講緊係馬街，馬街，天當紅人人嘅係馬街，樹當紅人人嘅係馬街，你背後人人嘅係馬街，馬街，前後腳趾係馬街，上是嗲嗲嗲，上是滴滴答，馬街，前後跳舞係馬街，창문世界紅前後衝過係馬街，轉圈圈。馬街，天當紅人人嘅係馬街，樹當紅人人嘅係馬街，你背後人人嘅係馬街，大聲唱是什麼？馬街，前後就是係馬街，上是嗲嗲嗲，上是滴滴答，馬街，前後跳舞係馬街，창문世界紅前後衝過係馬街。
撑起来，帅气的步。我们猜。幸好叫子嘿马盖，丧尸啪啪啪，丧尸滴滴答，马盖，幸好跳舞嘿马盖，强吻世界红情好冲过嘿马盖。哇！马盖，幸好叫子嘿马盖，丧尸啪啪啪，丧尸滴滴答，马盖，幸好跳舞嘿马盖，强吻世界红情好冲过嘿马盖，马盖。谁过来？啊！你在做嘛干啊？我在帮脚做按摩啊。老脚按摩，你为什么要帮你的脚按摩啊？因为脚很重要啊，它负责走路哎。对，走路是行路，我们有6只脚，所以可以行路。脚还可以跑步哦。对，跑步是 走，我最喜欢走了。我常在学校的操场都可以这样，走10圈哦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会快跑吗？快跑叫做嘎走，像这样，转身跑，那还要更快哦！我喘气一下，好累啊！我现在要慢慢的走，轻轻的行路。那你可以帮脚按摩啊。对，按摩，按摩，脚很重要吧？很重要。你看，不管是行路啊，还是走，都会用到我们的6只脚。哇，那如果没有6只脚，该怎么办呢？还有，可以向宗师先生学习啊。你看，宗师先生他虽然只有1只脚，可是他一样可以行路，可以走啊，还可以做我们2个或者很多小朋友都做不到的事情哦。那我们可以再听一次故事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听故事，走！不能用飞的，用走的啦。寒天未到来前，有同多条路爱走哦，爱预备好较盆嘅衫褲。我爱出门了。行爱先同步嘅站好来，我爱先预备好同多事嘅东西，大家都懂无限出体。波哈先生，波哈先生。嘿，波下先生啊，虽然在一只脚听，沙洞好做点点空空的事情。寒天来呢，雪劲落劲太，大家都爱办活呢。腳行到腳了喂。波哈先生，我冇上岸，唔一度醒下，我停定出火停到唔一度。在一只腳嘅波下先生，田太教唔到。來，我來同做盤跳下下。哦，來，叫我入來。你睇行寒咯。我依批當到，唔是講我唔拉屎。也條舞毯腳那一本和下先生。好。安子說，寒天愛凍久怎會講？大部分嘅時間，大家單單都嘅睡夢，是講沒有睡唔落覺嘅時節。
来做倒位无共样嘅事情好咧。阿妹哎呦，真嘅要被嚇死。啊，还有当到，唔知讲哪？喺齊同茶嘅神呢？好巴水。華夏先生收收手按道上，規個寒天就黐架到咧。日頭太太，頭那青青。換你這句話。你就太太，哎呀啦啦啦啦。這句話唔要按呢啦，迄頭那青青。記不住啦。哎呀，這句話唔是說我有信心嗎？我一句一句的講日頭唔對哈？太陽。對，那日頭係太陽，那我們夏天走在路上是不是好熱？太陽好大的時候就會說哇，日頭太太。然後太陽很大，我們的頭就要怎麼樣？頭低下來。對，那頭低下來就是頭那輕輕。就那輕輕。對，那我們再唱一次哦。日頭太太，頭那輕輕。你就太太，就那輕輕。馬街上的樹尾紅走乖，嘰嘰嘰嘰嘰嘰嘰，蛋太太。我就看，停。啊，用的呢？我就看是什麼意思啊？誰？兄弟啊！哇，這不是你啊！這句人家有沒有講？我頭看就是抬頭看的意思啊。我就看。哎，鼓手，我們來玩一個遊戲，一個口令，一個動作，預備。我條坤，頭那輕輕，我條坤，一條那輕輕。好好玩啊！那換我講啊，換我講。那你們兩個要聽我的口令呢？好。我就看，那輕輕，我就看，那輕輕，我就看，好認真，老各位從頭到尾給我唱一遍好冇？好，開始衝過嚟咯！日頭太太，頭那輕輕，馬街上的樹尾風作怪，嘰嘰嘰，蛋太太，我條坤，三尾的樹尾風從高位，嘰嘰。
马街马街，匆匆嘅你讲嘿马街，匆匆嘅屁讲嘿马街，匆匆嘅将军嘿马街，马街马街，天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树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俩背后艳艳嘅嘿马街，马街马街马街，幸好叫子嘿马街，丧尸拼拼拼，丧尸滴滴答。马街马街马街，幸好跳舞嘿马街，창문世界风情好冲过的嘿马街。马街马街，天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树当红艳艳嘅嘿马街，俩背后艳艳嘅嘿马街。